你的语言跟你这样说，阿妹。请歌颂赞美，都为我主我的神，你是每个歌颂的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我敬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。
着信耶稣真正好吗？阿门。这是咱们用单纯的信心来看我，来敬拜咱的主上帝。主啊，我的灵单单降服于你，求信心你的听，你的快乐，听做阮的敬拜。活活充满伫这个圣殿内底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幸福。